你仲記唔記得係邊個時刻你突然覺得自己老咗？係朝晨起身照鏡嗰陣，發現眼角啲巢皮多咗2條，定係行2層樓梯就開始索晒氣，甚至係記性差咗，轉頭就唔記得自己想攞乜嘢。好多人過咗50歲之後，就會有一種算啦老啦嘅心態，覺得人生已經開始行下坡。但我今日要話你知，呢個諗法大錯特錯。日本名醫話俾我哋聽，50歲絕對唔係衰老嘅起點，相反，佢係你人生入面最後一個可以大逆轉嘅黃金期。如果你可以把握好呢段時間，你唔單止可以延緩衰老，仲可以比30幾歲嘅時候更健康、更有活力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呢本預防衰老嘅聖經，教你點樣拒絕嗰種恐怖嘅斷崖式衰老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有啲人到咗50歲、60歲仲係精神奕奕，皮膚仲有光澤，但有啲人一過咗50歲就好似謝咗個花咁，短短2-3年之間老咗10幾年。呢個就係醫學界講嘅斷崖式衰老。喺生物學上，50歲係一個好重要嘅分水嶺。對於女性嚟講，呢個係停經前後荷爾蒙水平大幅波動嘅時期。對於男性嚟講，體力同埋代謝能力亦都會喺呢個階段明顯下降。但日本名醫指出，呢種衰老並唔係不可逆轉嘅。衰老嘅本質其實係你身體入面細胞修復能力追唔上受損速度。我哋先嚟講下呢個黃金期嘅概念。點解係50歲？因為喺呢個年紀，你嘅身體雖然開始出現磨損，但你嘅器官功能仲未完全衰竭，你仲有足夠嘅生物本錢去進行調整。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做啱咗保養，你嘅身體就會啟動一種叫做長壽基因嘅機制，幫你清理體內嘅垃圾細胞。首先，我哋要從食講起。日本醫生強調，過咗50歲，你最需要學識嘅唔係點樣補，而係點樣減。好多香港人習慣享食，餐餐都要豐富，老火、湯、點心、下午茶、宵夜。但名醫話，想唔老，你一定要學識肚餓。點解？因為當人體感覺到微弱嘅飢餓感嗰陣，身體入面嘅長壽基因先會被激活。呢個基因一旦啟動，佢就會好似一個專業嘅清潔工咁，幫你修復受損嘅 DNA， 甚至可以清除體內一啲可能會導致癌症或者認知障礙嘅變異細胞。所以佢建議大家可以嘗試1日2餐，或者縮短進食時間。唔好聽到1日2餐就覺得好難。其實只要你將早餐延遲，或者晚餐食早啲，令身體有連續16個鐘頭係處於空腹狀態，你就會發現精神狀態完全唔同晒。喺香港呢種節奏咁快嘅地方，我哋成日以為食得多先有體力，其實過咗50歲，過量嘅碳水化合物同糖分先係衰老嘅元兇。你諗下，啲糖分喺你血液入面會同蛋白質結合，產生一種叫 AGEs 嘅嘢，呢啲嘢會令你嘅血管變硬，令你嘅皮膚生斑變黃。所以如果你想逆轉衰老，第一步就係要控糖，減少精製澱粉，例如白飯、麵包，轉食啲粗糧或者原形食物。講完食就要講行動。好多人一講到運動，就覺得要去健身室舉重或者去跑馬拉松。但對於50幾歲嘅人嚟講，過度劇烈嘅運動反而會產生大量自由基，加速細胞氧化。日本名醫提倡嘅係唔好過度努力，你唔需要每日跑10公里，但你一定要身喐喐。最好的運動係快行或者係一啲簡單嘅伸展，特別係要鍛鍊我哋嘅下半身。廣東話有一句俗語話：人老腳先衰。呢句說話係有科學根據嘅。人體全身有1半以上嘅肌肉都係喺下半身，肌肉唔單止係用嚟行路，佢仲係我哋嘅第2心臟同埋血糖緩衝池。如果你對腳夠力，你嘅血液循環就會好，心肺負擔就會減輕。名醫建議每日喺屋企做幾組深蹲，或者行樓梯取代搭 lift。呢啲細微嘅習慣累積落嚟，就係你對抗衰老嘅最強盾牌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個好關鍵，但係好多人都忽略咗嘅點，就係瞓覺。好多50幾歲嘅朋友同我講，佢哋越嚟越難入睡，或者好早就醒。其實瞓覺係身體最強大嘅修復時間。
如果你長期唔夠瞓，你嘅大腦就冇辦法清理代謝廢物。呢個就係點解長期失眠嘅人容易老得快，甚至容易有阿茲海默症。日本名醫教咗一個小技巧，想瞓得好唔係靠食安眠藥，而係要調節你嘅生理時鐘。每日朝晨起身一定要曬下太陽，哪怕係15分鐘都好。太陽光會抑制褪黑激素嘅分泌，令你朝晨精神，同時亦都會幫你大腦設定一個倒數計時器。到咗夜晚14、15個鐘頭之後，褪黑激素就會自動湧現，令你產生自然嘅睡意。同埋過咗50歲，晚餐唔好食太飽，亦都唔好喺睡前飲太多水，減少夜尿次數，先可以確保你有高質量嘅深層睡眠。再嚟，我想同大家講下心理層面嘅抗衰老。名醫喺書入面提到一個好有趣嘅觀察，嗰啲老得好慢嘅人，通常都係對世界仲充滿好奇心嘅人。如果你覺得自己50幾歲就已經睇透世事，乜都冇興趣，咁你嘅大腦就會開始萎縮。大腦係用進廢退嘅，如果你停止學習，停止同人交流，你嘅神經元連結就會斷裂。喺香港，好多人退休之後就係喺屋企睇電視或者去公園坐，其實呢個係最容易令大腦退化嘅生活方式。我哋應該去學一樣新嘢，唔管係學外語、學影相，定係學客點樣用 AI， 只要係你未接觸過嘅領域，你嘅大腦就會重新分泌多巴胺，令你整個人由內而外散發出一種年輕嘅光彩。呢種光彩係幾貴嘅護膚品都俾唔到你嘅。講返斷崖式衰老呢個話題，點解日本醫生會話呢個係最後嘅大逆轉期？因為根據研究，人類嘅衰老並唔係一條直線平穩下降嘅，而係喺34歲、60歲同埋78歲呢3個時間點出現斷崖。你可能會問：咦，唔係話50歲咩？點解時間點係60歲？原因就係，如果你喺50歲到60歲呢10年入面由得自己墮落，唔注意飲食，唔管理壓力，咁你到咗60歲嗰個斷崖點，你跌落去嘅深度會係人哋嘅幾倍。但係如果你喺50歲就開始啟動預防機制，你就可以喺60歲嗰陣依然保持住40幾歲嘅體能同體態。呢個就係預防醫學嘅魅力所在。我哋要明白，衰老雖然係自然規律，但衰老嘅速度係掌握喺我哋自己手上。我見過好多50幾歲嘅人仲喺度創業，仲喺度周遊列國，生活得精彩過好多後生仔。佢哋共通點都係有一套嚴謹嘅生活哲學，例如佢哋會好注重水分嘅攝取。名醫話人體係由水做嘅，老咗就係乾咗。每日飲足夠嘅水，唔係茶，唔係咖啡，係清水，可以幫助排除體內毒素，維持細胞嘅飽滿度。仲有就係要管理好你嘅情緒。中醫講憂思傷脾，西醫亦都發現長期處於高壓力、焦慮狀態嘅人，體內嘅皮質醇水平會持續偏高。呢種荷爾蒙會攻擊你嘅免疫系統，甚至會令你嘅大腦海馬體萎縮。所以過咗50歲，要學識斷捨離，唔單止係物質上嘅斷捨離，仲有社交上嘅斷捨離。遠離嗰啲消耗你能量嘅人，多啲同積極幽默嘅人一齊。一個好嘅心情係最平、最有效嘅抗老藥。講到呢度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案例。書入面提到一位50歲嘅患者，當時佢有三高，而且整個人睇落好攰，行2步就腰酸骨痛。日本醫生冇即刻開一堆藥俾佢，而係叫佢做3件事。第一，將白米飯換成糙米，每餐飯食7分飽。第二，每日行30分鐘路。第三，每日瞓覺前寫3件值得感恩嘅事。結果點？短短1年時間，呢位患者減咗10幾公斤，3高指標全部恢復正常。最驚人嘅係佢嘅皮膚質素，原本暗沉有色斑嘅面變得有光澤。身邊嘅朋友都問佢係咪去做咗醫美，其實佢只係掌握咗50歲大逆轉嘅關鍵，透過改變生活習慣，重新啟動咗身體嘅自癒系統。喺香港呢個長壽城市，我哋生存嘅目標唔應該只係長命，而係要健康咁長命。你想唔想自己到咗70歲、80歲嘅時候，仲可以同孫仔去旅行，仲可以自己周圍去？
如果想，咁你而家就要開始行動。我哋總結一下日本名醫教我哋嘅幾個核心重點。第一係飢餓，唔好怕肚餓，適度嘅空腹係激活長壽基因嘅唯一開關。第二係控糖，糖分係老化嘅助燃劑，戒掉精緻甜食同過量碳水，你嘅血管同皮膚會感謝你。第三係微運動，唔需要辛苦，但要持之以恆，鍛鍊下半身肌肉，守住你嘅健康底線。第四係睡眠，利用陽光調節生理時鐘，俾身體有足夠嘅時間修復。第五係心態，保持好奇心，不斷學習新嘢，令大腦永遠保持年輕。好多人會話：唉，我都50幾咯，而家先嚟做呢啲嘢係咪太遲？我話俾你知，絕對唔遲。只要你仲有呼吸，你嘅細胞每一秒鐘都喺度進行緊更替。你今日種下嘅因，就係你未來10年、20年嘅果。呢本預防衰老從50歲開始，其實唔係教你點樣長生不老，而係教你點樣尊重自己嘅身體。我哋成日話要對屋企人好，要對工作負責，但係我哋最應該負責嘅，其實係呢個陪咗我哋50年嘅身體。佢為你工作咗咁耐，如果你仲係每日用煙酒、熬夜、精製食物去虐待佢，佢當然會用衰老同疾病嚟向你抗議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試下每餐食少2啖飯，試下早半個鐘頭熄燈瞓覺，試下聽日朝晨去公園行個圈，曬下太陽。呢啲微小嘅改變，就係你逆轉人生嘅起點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啟發，不妨分享俾身邊同你一樣年紀，或者正喺度為衰老而焦慮嘅朋友。我哋唔需要追求永遠18歲，但係我哋可以追求喺每一個年紀都活出嗰個年紀最健康、最精彩嘅樣。記住，50歲唔係終點，佢係你人生下半場嘅開學禮。你可以選擇喺呢個時候放棄，亦都可以選擇喺呢個時候重新定義自己。日本名醫已經將地圖交咗俾你，點樣行落去就睇你嘅決心。我哋成日講歲月不饒人，但其實如果你識得養生，歲月亦都可以係一份禮物。當你累積咗50年嘅智慧，再配上一個健康嘅體魄，呢種魅力係後生仔永遠模仿唔到嘅。再講多少少關於飲食嘅細節。好多香港人中意飲老火湯，覺得好補，但名醫提醒，老火湯入面其實含有好多普林同埋脂肪，特別係煲咗幾個鐘之後，營養成分其實已經流失得七七八八。相反，佢建議多食新鮮嘅蔬菜同埋優質嘅蛋白質，例如深海魚、豆腐、雞蛋。呢啲食物可以提供細胞修復所需嘅原料，又唔會帶嚟太大嘅代謝負擔。仲有就係咀嚼，唔好睇小咬嘢呢個動作。名醫發現，每啖飯咀嚼超過30次，唔單止可以幫助消化，減少腸胃負擔，仲可以刺激大腦分泌唾液。唾液入面有一種叫唾液腺素嘅成分，佢被稱為返老還童荷爾蒙，可以強化牙齒、骨骼，仲可以促進皮膚細胞嘅代謝。所以食飯慢啲唔單止係優雅，仲係一種好強嘅抗衰老行為。另外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水嘅秘密。好多人等到口渴先飲水，其實嗰陣你嘅細胞已經處於嚴重脫水狀態。名醫建議每日飲水要少量多次，每次飲幾啖，令身體持續獲得水分。特別係朝晨起身第一杯暖水，可以幫你喚醒腸胃，促進排便。便秘其實係衰老嘅一大誘因，因為腸道入面嘅毒素如果排唔走，就會透過血液循環去到全身，令你皮膚變差、精神萎靡。講到尾，抗衰老其實係一種自律嘅表現。呢種自律唔係叫你過苦行僧嘅生活，而係叫你喺享受生活嘅同時到一個平衡點。你可以偶然食餐大餐，但你要知道點樣透過之後嘅斷食或者運動去補償。最後我想送一句話俾大家：老去係不可避免嘅，但衰弱係可以選擇嘅。我哋唔可以阻止時間嘅流逝，但我哋可以決定我哋以咩樣嘅姿態去老去。係坐喺輪椅上面度日如年，定係喺高山上面俯瞰風景？呢個選擇權
就喺你而家呢一刻嘅決定入面，唔好再等聽日，唔好再等下個星期，就由今日呢餐飯、今晚呢場角開始，啟動你嘅50歲大逆轉。你嘅身體遠比你想象中更有韌性，只要你肯對佢好，佢一定會俾返一個驚喜你。我哋每個人都係自己生命嘅建築師。50歲之前，我哋可能係為咗生活、為咗家人而建，但係50歲之後，呢棟建築嘅主人係你自己。請你用最優質嘅材料、最細心嘅維護，將呢棟建築修建成一座充滿生命力嘅藝術品。希望大家都能夠把握呢個黃金期，拒絕斷崖式衰老，活出一個比後生嗰陣更精彩、更健康嘅下半生。我哋下次再傾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由內到外都咁後生。